曼城聯賽盃8強以2-0擊敗作客來訪嘅賓福特，咁就將會係自從20到21賽季之後，事隔4年再一次重新回到準決賽嘅位置。咁而對上一次曼城可以喺聯賽盃行到咁遠嘅時候，其實最後就都係順利贏埋呢項比賽嘅冠軍㗎吓。咁所以呢，就都可以期待下今季又會唔會可以重演歷史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而家聯賽盃最新4強嘅抽籤結果就都已經係出咗啦。曼城4強嘅對手就將會係要面對住自己早排喺聯賽先至輸過嘅紐卡素，咁呢支籤呢，其實就都算係咁噶啦。咁因為望翻曼城今次4強就將會係次回合先至需要翻去主場作賽，咁所以個對賽順序上邊呢，就一定係對於曼城係相當有利先嘅。而如果望翻假設唔係抽到紐卡素嘅話，就將會呢都係要抽到車路士或者係阿仙奴水晶宮其中一隊，咁即係用最壞結果去諗呢，4強要踢2輪車路士或者阿仙奴就一定係慘過踢紐卡素嘅。先唔講實力，淨係講去紐卡素嘅路程就都應該係要短過落倫敦先噶啦。咁所以呢個抽籤結果就對大家都好嘅。4強就大家南北部各自對決，翻到決賽呢先至嚟一場真正嘅南北大戰。咁不過溫布萊就係喺倫敦啦，咁所以入到決賽嘅時候又會唔會係倫敦球隊睇高一線呢？又會係另一個問題。咁不過呢啲就都會係後話，而家就都係可以先集中講翻今日場波嘅曼城先啦。咁今次曼城對住賓福特成場波最重要嘅2大問題，我就係喺賽前都已經框咗出嚟噶啦。咁就係第一，曼城今場波到底想唔想贏，同埋第二，曼城係會做幾大幅度嘅輪換。咁呢2條問題嘅答案嚟到賽後就都已經係非常清晰噶啦。咁就都唔怕係擺埋一齊嚟到去解釋。咁要知道曼城想唔想贏，你望一望哥迪奧拿今日嘅正選11人就當然已經係一目了然啦。咁因為哥迪奧拿擺出嚟嘅陣容就都會係比預期中要強嘅，咁對比上一場踢水晶宮，佢就只係做咗7個輪換，而且亦都係用得穆卡山一個青訓，咁所以今場波先唔講其他啦，哥迪奧拿絕對就係想晉級嘅，咁就都學翻我之前所講，曼城晉級4強當然就不是大問題，而且甚至乎都有一定嘅必要性喺度，例如舉個例子，好似James Trafford 咁啦，過去1-2個月就都不斷有風聲話佢1月係要出走噶啦，咁但係哥迪奧拿最新被問到就都係堅持係想 James Trafford 嚟起碼留到季尾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有留人嘅能力，留多一條有機會贏獎盃嘅戰線喺度就都好重要。咁然後啦，之前都講嘅，咁聯賽盃嘅4強呢，就定咗喺1月中2月頭踢2輪啊嘛，咁而家既然曼城已經確定晉級，就都可以唔怕講得詳細少少。咁雖然實質嘅準確日子就未定啦，咁但係去到4強嘅首回合，曼城就都好大機會係會仍然受到非洲國家盃嘅影響。咁因為你可以睇翻非洲國家盃嘅8強就1月9號左右踢，而如果去到決賽就甚至係踢到18號嘅。咁無論係馬穆什代表嘅埃及，又或者係艾洛利代表嘅阿爾及利亞啦，其實就全部都會係只係僅次於摩洛哥嘅奪冠熱門。咁所以就都無謂計佢哋踢國家隊呢會唔會帶傷翻嚟，咁淨係單講時間上就都係趕唔切歸隊嘅機會大過趕得切噶啦。嗱，咁而家講緊呢道古就起碼傷到1月啦，最新呢領洗完嘅佢睇怕就都可以放足成個聖誕假。咁而今場踢賓福特已經冇乜點踢過嘅 Oscar Bob 呢，又唔知第幾次受傷啦。咁 Oscar Bob 絕對就係俾傷患耽誤咗嘅球員，咁後生就已經傷到咁，上季就話錯過咗坐正正選嘅機會。咁但係我諗今場傷埋呢，基本上佢嘅曼城生涯就都係可以畫句號。而家就講緊水晶宮想買就都應該係會放人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喺冇咗馬穆什、冇咗道古、冇埋 Oscar Bob 嘅情況下，而家曼城條前場係有啲壓力噶，咁所以最新 Fabrizio Romano 咧就都已經係放風，曼城啱星期1、2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嘗試過去接觸過咧，想要去了解斯曼友個情況。咁你問我咧就唔理係斯曼友定咩友都好啦，咁注定4線作戰嘅曼城喺傷兵慢慢多緊嘅情況下，今個冬窗起碼都要做翻同上季相約嘅補
補強，先至係可以維持翻現有嘅表現噶啦。咁因為啦，如果你望翻今場踢賓福特嘅曼城，哥迪奧拿其實喺用人上邊呢都係處於一個好被動嘅狀態。我哋嘅兩個 Nico 咁即係 Nico Gonzalez 同埋 Nico O'Reilly 呢，基本上現時喺隊入邊都係一個無可取代嘅角色。咁就當你嗌落嚟踢完非洲國家杯翻嚟，可以踢個稱職嘅後備左閘，咁但係防中上面，基本上曼城就已經係陷入緊一個惡性循環。哥迪奧拿就嚟唔止係技術上將 Nico 磨練成第二個洛迪，Nico 隨時就係連個健康情況呢都要步洛迪嘅後塵。咁因為如果你望翻咧 Nico 個上陣時數，基本上就係自從國際賽期翻嚟，佢就冇乜點停過。呢度亦都係哥迪奧拿同我思考上面好唔同嘅一個點啊。咁對我嚟講，踢一場就係踢一場，踢90分鐘就係90分鐘。咁但係哥迪奧拿就都公開講過啦，佢係認為只要你夠後生，好似 Nico 咁樣23歲，又或者 O'Reilly 咁樣20歲，再加埋只要係主場唔使走嚟走去，其實就踢多啲都冇乜所謂。咁我就希望哥迪奧拿先係啱啦。咁因為我而家望到曼城個發展呢，就都好唔健康，咩 Calvin Phillips 啊、高華石嗰啲咧，喂冇用嘅，明明就都冇乜點踢過波，咁但係你最需要佢嘅時候咧，佢又唔喺度，永遠都係傷緊。得洛迪咧係好少少，已經叫做重新操練翻。咁但係假設洛迪傷好，一個唔好彩輪到 Nico 過勞受傷，咁其實又係陷入翻個無限循環。咁而甚至嚟講咧，以今日嚟計，擺 Nico 咧隨時就仲要踢得好過一個年半冇踢波嘅洛迪。咁所以有啲錢咧就冇得慳噶啦。嚟緊1月咧就都係希望 Hugo Viana 做到嘢，當投資定未來啦，穩定人翻嚟 ready 下季都好，預備嚟緊4線作戰都好。今日踢賓福特咧反映出嚟嘅曼城後備深度就會係一個因為傷兵下半季崩盤嘅款啦。嗱，咁雖然講到好似好悲觀咁樣啦，咁但係我對於曼城現時嘅所有批評，其實都係主要集中喺一個比較宏觀嘅層面。咁你話單獨立一場去計，曼城當然係冇大問題啦。咁而甚至調轉嚟講，我之所以不停要講傷兵，喂冇後備啦，咁其實係因為我心入邊係覺得只要解決埋最後呢啲嘅小問題，曼城今季係絕對有希望衝擊到1隻以上嘅獎杯。咁尤其就係你都好明顯見到曼城一路以嚟嘅進步，即係好似用今次賓福特做對比，你就會明啦。10月5號嘅時候，曼城英超踢賓福特同埋今次嘅聯賽杯相比呢，今次就真係輕鬆太多啦。咁即係雖然賓福特都留咗一手啦，收起晒泰亞高同埋軒達臣，咁但係除此以外，賓福特今日嘅陣呢都起碼係出咗8成力，咁就係尤其喺條後防上面都係上翻一堆嘅主力，拎翻起啲後生仔，咁所以喺大家都唔係擺到最強嘅陣容情況下，今場呢就都係公平競技嚟嘅。咁嗱，以 game plan 嚟講呢，賓福特作客曼城就當然都係主手噶啦，已經係要踢多一個中場增加個穩定度，主要就都係想要靠反擊或者一啲長傳嚟到捉你曼城，甚至乎嚟講呢，其實守到最後和波互射12碼，佢哋亦都唔會太介意。咁至於出到嚟啦，今場波亦都係延續翻曼城最近嘅贏波劇本啦。其實咁今時今日嘅曼城就係唔太怕你縮後先噶啦。咁如果你選擇讓控球權俾曼城踢個慢節奏嘅時候，曼城就都會係踢得好舒服嘅。咁一方面就有 Shaqiri 係可以全憑創造力解鎖你條防線，而另一方面曼城最近啲角球攻勢就都係好勁啊，好似今日咁樣，繼上場俾水晶宮斷一斷之後，今日曼城嘅第一個入球呢，又係起源自一個角球攻勢，咁就會係角球開出嚟，彈到去 Shaqiri 腳下，再一級一射，世界波射爆你，基本上就都冇得救噶啦呢啲波。咁 Shaqiri 呢腳當然就係盡顯個人實力啦。咁話埋俾你聽，佢唔只識做波，自己入呢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就都難怪佢係咁得戚啊，連續做2個夏蘭特嘅招牌慶祝動作，咁就亦都係側面反映埋佢同隊友嘅關係，似乎呢就都係唔錯啊吓。嗱，咁不過啦，曼城就唔使話場場都要好似 Shaqiri 踢得咁好啦。咁其實普通面對縮後嘅球隊，你話福登遠射、道古嘅盤扭，甚至乎係紐尼斯嘅傳中，其實本身都足夠曼城係去打開局面。咁而家曼城嘅進攻模式咧係多元化咗好多，而一旦領先嘅話，咁就即係話會逼到對面壓上去攻，咁就亦都會係好似今日咁樣，俾曼城踢翻一啲今季特別擅長嘅反擊。咁所以去到下半場呢，你就會見到沙菲奧係多咗反擊機會。咁雖然講到尾啦，個入波就都係運氣成分居多，全靠折射入網啊！咁但係整體而言，今場波亦都係反映緊曼城最近嘅贏波方程式。咁就坦白講呢，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噶啦。
嗱，咁所以咧，如果拆開嚟睇，曼城進攻線上面火力咧就冇特別嘅擔憂，重點就都係要冬天補翻啲翼鋒，去增加翻個後備深度。而中場嘅話就如片初所講啦，就都係一個驚傷病、驚休息唔夠嘅問題。咁呢度咧亦都係有少少補強嘅必要。咁所以嚟講啦，曼城後防現階段就已經係算係隊入邊最多人可以用嘅位置啦。咁即係龍門咧都有4個啦，係咪？咁 James Trafford 嚟講咧，今日都有唔錯嘅撲救，而且腳法貌似都係要比當拿龍馬好少少嘅，後場放上去嘅長傳咧都似模似樣噶。咁你話後備嚟講咧冇得挑剔噶啦。咁至於你話後衛方面，曼城今日條防線除咗話古辛諾夫嘅紅牌爭議之外咧，基本上就都係穩嘅。而有關古辛諾夫咧就都唔怕講多幾句啦。咁即係咧佢腳波咧應唔應該紅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判斷。咁但係毫無疑問佢嘅踢法咧就都係狼死嘅。就算話帶住張黃牌，你見到佢去到後段咧就都係自信落腳，完全驚都唔驚。咁呢啲佢呢啲咁嘅踢法叫做好定唔好就兩睇啦。哥迪奧拿咧可能就未必會太過中意。而如果你問我，可能就短期內咧塞翻落去踢個後備右閘磨練下先咧就會比較好少少。咁但係今日整體而言就都見到上陣時數對於古辛諾夫個幫助嘅。咁其實之前講緊就係佢傷完之後就都有少少跌跌地鑊啦。咁而今次踢賓福特咧亦都係啦，初段咧就踢得不怎麼樣嘅。咁但係隨住比賽一路發展，亦都係有進步，恢復翻受傷前表現嘅跡象。咁喺賽程開始密集嘅情況下，就都會希望咧佢係 keep 住可以攞下時數咁樣啦。咁保持翻個狀態咧就都會係好重要啦。嗱，咁嚟到最後咧，就都想講下曼城 U21嘅問題啊。今日穆卡沙就繼續有份正選參與叫做比較次級嘅賽事啦。咁就相信佢都會係未來有比較多機會嘅一個年輕球員。尤其就係而家盛傳 Oscar Bob 或者 Rico Lewis 咧，都係之後會被賣走。咁所以相信又會係有一波新嘅青訓要上位噶啦。咁之後咧嚟到今日咧下半場就有一個新嘅名字出現，咁就係19歲踢防衝嘅 Charlie Gray。咁據了解咧，佢就細細個已經係踢緊曼城噶啦。而賽後咧，亦都係俾哥迪奧拿鼓勵，話佢踢波係有路嘅。咁但係啦，你話而家現時曼城 U21講緊嘅怪物，俾人煲得最勁，除咗穆卡沙咧，就應該都係希斯基、新加利同埋麥亞道。咁所以 Charlie Gray 咧就應該都係攞嚟暫時頂一頂 Nico 時數嘅人選，咁就未必會係來季重用嘅一個啦。咁但係佢可以上下場攞下經驗咧，就相信都會對佢嘅發展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啦，總結嚟講啊，曼城可以再一次重返聯賽杯4強就都係值得高興啦。咁雖然正選用咗2個 Nico 就唔太完美，咁但係最後都叫做有提前收起，亦都算係做晒可以做嘅嘢。咁 Oscar Bob 受傷會係對陣容深度打擊，咁但係同時亦都係令到曼城更確切冬窗要買人。咁至於今場亦都係俾到時數一啲副選同埋後生仔，咁所以整體而言呢，都係收貨嘅一場波嚟嘅。咁不過講到尾啦，今場波到底哥迪奧拿有冇做錯決定，就都仲要睇埋下一場英超踢韋斯咸先會知道啦。咁其實頭2日咧又要翻嚟踢聯賽噶啦，咁所以有啲咩到時再講啦。咁今集暫時去到呢度先。咁最後都提醒翻大家，未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嘅記得 follow 翻啦。中意呢條片嘅歡迎嚟俾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未 subscribe 我哋嘅觀眾記得 subscribe 翻，同時開翻咗個鐘仔，接收翻我哋嘅最新資訊。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多謝晒大家，拜拜。